大家晚上好啊！来，大家下午好哦。来，好啊，拢免考虑啊。来，大家下午好啊。来咯，来叫我们要方向。我迄个手机甲我摕带伫桌顶哦。来，大家下午好。来，我等下有重要代志要甲大家宣布一下吼，因为来我就简单，因为我人即马伫外口，你即个来我即马人伫暗时等下要来参加即个财产法人的即个晚宴100万抽奖活动。来根据因为来同学，来我甲大家简单来做一下叙述的吼。我昨暗就是伫咧直播啦，因为我昨天在卖黄金的这个活动嘛，1公斤1000公克黄金0元起标嘛。买手昨我咧介绍车的时阵无意间来见面无意间怎去翕到来我的生存游戏的这个枪支啦，造成各媒体来造成各界外界这朋友的一寡误会大家歹势啊，来啦，我就是咧笑。因为我其实我昨要去咱迄个宜兰的要去宜兰的即个倒呀，脂肪岭遐四方岭啦我昨原本要去宜兰的即个四方岭，有甲即个网友约好伫遐要拍生存游戏，现在毋知因为昨要来标黄金的即个活动，毋知怎临时取消去安尼啦，来，就是因为昨就是雄雄安尼翕到嘛，甲大家讲一下歹势因为我昨天原本就是有要去这个原底就是有要来拍即个生存游戏啦，大家嘛莫遐紧张拜托。咱来毋知影咱什么身份做什么款代志，大家昨看到就看到即只啦，它这个是合法的来，完全都符合这个我们中华民国的法规，钢瓶嘛，这人咧讲的 CO2，这个无啥物，你是咧，我是讲透早哪会安尼，媒体朋友敢若甲我私讯，完全都符合法规来，这个使用安尼啦，来，这是钢瓶来，这个是钢瓶来安尼泄气来。我倒放给恁看它这个很简单，你这抽数嘛甲100尔吧，时速才100而已啊，来，来，完全符合法规来，安袂开来，安尼，完全都是符合法规的拢没有考虑啊，完全都符合这个我们中华民国的法规啦因为即马伫顶2个月根据这个枪支的部分有做一个修法啦西式的一只上少5年，正式的一只7年以上的。咱会知影即个法规，咱嘛是一个良好的，人咧讲的良好公民，咱哪会去做一个对无啊？敢毋是安尼？这个完全都是合法的生存游戏的这个枪支较认真的，你无看同学，拜托的才会使，对无啊？来，我甲你讲，我本人就咧拍这个生存游戏，你嘛较认真的咧对不啊？你看。我原本昨天就是要去打去这个四方岭靶场，你看，我连随身都携带这个东西了同学你嘛较正经的，才会使啊，对不啊？来，全部都嘛有，安尼，钢瓶就往外丢，因为我在人家外面啊，温厝的啦，来，我本人有在玩这个，我本人有在玩这个来生存游戏生存的游戏，大家清楚无？你嘛较正经的，才会使。我想讲透早媒体朋友安尼甲我私讯来，这个都符合我们中华民国的法规，同学较认真的都符合我们中华民国的法规来，造成因为张迄个动作，来在这里在这里。来，在这里，来，这个王伯杰我跟你讲，王伯颖我的那2把玩具枪，空气枪，都是从这个我们的市区这个人咧讲的，有完全符合我们中华民国的法规所制造贩售，完全拢合情合理嘛无可能有人咧讲的改造枪支的问题，你了解无？所以这部分造成咱这个社会大众的误会造成我们社会大众的不安大家较歹势，对不起，莫生气来，加，好写啊！来，请不要忘了，虽然自己知道这是玩具，但不知道的人会以为这个是真枪来，同学，恁家己看，来，你们自己看一下，来，你们自己看一下
来这里哈，你们自己看一下。来，同学 ，OK 啦哈。哎，对啊，咱咧毋是有送迄个，你毋知影讲买生存游戏的道具，迄个玩具枪，佮有送迄个哦。来，哦，这拢有地址，这个都有店家的地址，全部都有店家的地址哦。大家免烦恼，我会知影讲咱咧做啥物款代志啦。嘿啦，我们不会去触犯这个，我们是良好的那个中华民国的台湾国民嘛。我不会去触犯我们台湾的法律，我是一个非常奉公守法的人，所以大家免烦恼哈，不用担心。来，那主要是针对这个媒体 YouTube 对这个新闻朋友们的这个所谓的人你讲的这个来这个新闻嘛，这个舆论嘛，显在处甲大家讲一声歹势不好意思，造成社会大众的不安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哎那 OK，po 一张以前打生存游戏的照片好啊，那无差啊，来。博宇，我一个你嘴塌起来，你要信无？来，来给你看来，我给你看啦因为我拢定上靶场啦这个伫咱倒位？来，这里是我们台南的柳营台南的柳营，台南的柳营柳营靶场里面，安尼有清楚啦来，拢没有考虑啊。来，日期9月4号，9月4，来，日期几下？9月，安尼来，安尼看有无？来。来看一下，在这9月4号，来，高尾细河，来高尾细河，来，咱去拍靶场的影片好无？来，来，我是甲恁种的，拜托的我刚才透早私讯才袂了，来，然后带我老婆去开枪啊，来啦，安尼有清楚无？来。无啊安尼大尔，嘿啦，好啊 ，OK，我来简单叙述因为我本人我拢会算这个生存游戏，佮包括讲一寡热爱肢体的运动啦，造成咱社会大众的动荡不安呐。先在此甲大家讲一声，来歹势不好意思造成这个误会了嘿啦，因为我昨原本要去咱宜兰的这个四方林的这个靶场要去遐耍，因为我拢甲网友在那相约啊，来，来同学 ，OK 啦应该没有问题啦恁看嘛，讲的是母的这称机的，即摆敢若一只土狗一只5年以上呢，使洗爱7年呢，安尼有清楚啦来，台南柳营运动靶场，安尼有清楚啦来，因为我跟你讲啦，有当阵人营营就是爱做一寡运动，毋好规工伫厝咧拍手枪，安尼你有了解无？来，好啊，谢谢大家嘿啦，好啊，来头道晚上好造成大家误会，在此佮大家讲一声歹势，谢谢大家对我的误会大家歹势莫误会嘿啦 ，OK 好啊，来，安尼差不多啦来，佮有啥物问题要问的去问的有什么问题要问的，赶快问一问四方林打飞吧，对，我顶回因为我定定拢会去咱台湾，像垦丁嘛有靶场，来，博云谢谢你，不会，你放心啦，这个枪机完全拢是属于合法合理的完全都是合法的。大家有咧拍这个生存游戏，大家就知影嘛，对无啊？来，钢瓶这个都是打 CO2 的也有打瓦斯枪的对无啊？咱想讲那透早一大堆同学他妈有诶无诶，我是讲惊着，嘿啦，在这里在这里说明书，来，你等下转出来你看重播就知影，我主要开这档就干2个重点尔。就是要甲大家讲，迄毋是真枪，我无讲车顶放真枪你了解我意思无？嘿啦，一支一支还好啦，一支2500，佮刷卡的呢，一支2000多块而已拢足俗的。大家若是有这方面呢，来有这方面的兴趣，大家使互相交流一下，互相来互相交流一下，来，嘿啦，安尼 OK 啦拢食猪拢食猪真好生物件的嘿啦。来，这台是1300吗？不是，这台是卖8赫。来，好 ，OK 来，在此开这直播的是甲大家讲2个原因尔啦。第一个就是那个是生存游戏的枪支，也是合法、合情合理的合法的枪支大家免烦恼。第二点就是上重要这点，来在此甲大家讲一声歹势，造成咱这个社会大众的一寡恐慌。在此跟大家说一声抱歉来，那我的行为我会再次的检点我下次不会在车上放这个 BB 枪、玩具枪了。来，谢谢大家。来，大家不好意思OK 好来，安尼我要来参加迄个财团法人的活动，晚上摸彩活动了来，我们晚上
来晚上9点的时间哈，晚上准时9点我会开直播来送黄金了哈。来，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也谢谢这个来我们那个新闻媒体朋友们的来的那个辛苦了哈，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哈，来播书啦，谢谢大家哈，来，拜拜。